成立4档的台湾钢铁足球队，连续3档伫全国联赛夺得冠军。今仔日总领队刘福才特别向市长黄伟提来献奖。市长表示，不管是对中央到地方，或者是企业到选手，大家做伙努力，希望打造台湾卡球的王国。大家一起努力，从官方到民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企业到选手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能够打造我们台湾的足球。事实上也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钢联，3年来3连霸，成为企业甲级足球的冠军。这个部分是非常不容易的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许多条件这个需要努力来经营的情况下，一年的打出这个江山来。那今年2023年又要开训，那谢谢各位教练，谢谢各位选手，大家的努力。我们不管是城市，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企业，我们都会成为选手最大的后盾，一起来打造我们台湾台南的足球王国。会中钢铁集团的会长谢玉明，除了鼓励卡球队会用继续取得好成绩，嘛希望借由运动球队甲城市的观光来结合。而总领队嘛提出3项的目标，包括卡球向下扎根，继续争取2023年4甲联队4连霸以外，另外嘛希望在亚洲俱乐部的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。首先呢，要感谢台南市政府呢对台钢足球队的支持，然后提供我们场地呢，让我们能够练习、能够比赛，才能够得到3连霸这么好的佳绩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能够让运动赛事呢能够结合城市的观光呢，然后来尽一份的力量。那台钢企业呢，其实投入台湾的足球、篮球、棒球，都是为了一份企业责任的坚持。也希望呢，这个运动赛事呢，能够在台湾的南部呢，能够掀起一份热潮。对我们的工作团队有3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在台南市一起往足球往下扎根。我们前年又组织了梯队23岁的台钢，也有18岁的台钢，也有15岁的台钢，也有12岁国小的台钢。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往下扎根，第二个目标我们是争取2023的4甲联赛的4连霸。第三，我们要争取今年2023有亚洲俱乐部的比赛，有4队6场，3场是在台湾。我希望我们争取好的佳绩。现场集团会长特别颁奖130万给台湾钢铁卡球队，在2023年将第3届代表台湾来出战亚洲各区域的职业俱乐部的球队。而台湾钢铁嘛将在3月开始进入训练的备战，准备迎接新赛季的挑战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